誰似我那麼倒霉，次次嘔心瀝血，到最尾卻脫腳甩路。誰有我那種精神，秒秒鐘多麼有鬥志，結果也會倒做。誰話我廢物亦不緊要，屋入應該冇用，人已在谷底浸輸更多。還是有拼勁甚至衝動，想捲起兩袖還擊，好好較量過。在最低潮預備反彈轉變，猶豫什麼必須要脫險。越見艱難，越是搏命一戰，隨時逆轉，家鄉也望見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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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終點時，次次都輸一寸，太過泄氣，叫我怎追？誰叫我那麼堅持？那理想怎麼卻永遠冇拉近過差距？強韌到繼續另找方法，改寫悲慘結局，才有面子講不枉最初。橫掂而錯到沒有包袱，頂多只算未贏出，死不了沒錯。在最低潮預備反彈轉